欢喜学台语，真好气！阿嬷今日要来向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。今日要来讲34篇欢喜国乐乐团家母国，囝囝国国，家母带囝囝真趣味，一首囝囝1、2、3、4、5，拢毋听家母的指挥，囝囝跳舞欢喜卜卜跳。乱乱跳的家母，家母囝囝咯咯叫，跳舞唱歌咯咯叫，咯咯咯咯咯咯。家母囝囝愈唱愈大声，咯咯咯咯咯咯。阮叫是，伊是叫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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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困甲咯咯咯，伊甲囝囝唱双调，吵死人，吵死人。阿母嘛无法度，阮要来弹吉他，咯咯咯，足吵的呢。阮阿母摕米压涂骹，鸡冲过来，双骹变4骹，交规家抢食，毋惊锤。阮摕吉他，伊拢无生惊。这个欢喜国乐乐团，咯咯，家母带囝囝咯咯叫。阮弹吉他，阿母唱救人哦，咯咯，困甲咯咯咯，伊甲囝囝唱双调。吵死人，吵死人！阿母嘛无法度，阮要来弹吉他，咯咯咯，足吵的呢。阮阿母摕米压涂骹，鸡冲过来，双骹变4骹，交规家抢食，毋惊锤。阮摕吉他，伊拢无生惊。这个欢喜国乐乐团，咯咯。家母带囝囝咯咯叫，阮弹吉他，阿母唱救人哦，多谢，下次再相会。